2025年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年，我哋澳洲將會出現一個聯邦政府嘅選舉啊。咁工黨同埋自由黨嘅角力就可以話係進入白熱化同埋最後嘅階段啦。咁呢一場政治嘅博弈呢，係唔單止影響咗我哋澳洲國內嘅經濟發展，更加改變咗我哋澳洲嘅移民政策嘅走向啊。咁首先呢，我 high level 咁樣講一講工黨同埋自由黨對於移民嘅取態啦。咁工黨就係傾向於比較寬鬆嘅移民政策，去舒緩我哋本地市場嘅勞動力短缺啦。咁但係自由黨呢，就係主張收緊移民政策，去保護我哋嘅本地就業。咁我哋就嚟去到大選前夕啦，新嘅財政預算規劃亦都就嚟公布啦。咁喺澳洲呢啲咁敏感嘅時刻，我哋澳洲嘅經濟智庫 Grattan喺2025年3月16號發布咗最新嘅 Orange Book 2025，其中就係針對移民政策提供咗好多關鍵嘅建議啊！請注意啦，呢一個唔係最後政府拍板決定咗嘅嘢嚟㗎，但係智庫 Grattan Institute 喺我哋澳洲嘅移民政策之中呢，其實係扮演住一個好重要嘅角色㗎。過去好多次重大移民改革都係採納咗佢嘅建議㗎。咁而家選舉前夕，兩個黨嘅競爭越嚟越升級啦。咁移民政策就成為咗政治博弈嘅一個好重要嘅籌碼。我哋澳洲嘅移民政策有機會有一啲前所未有嘅政策變化。嗱，我哋今集咧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未來移民政策究竟會受到啲咩影響呢？咁究竟邊一啲類型嘅移民人士係會成為政治博弈嘅犧牲品呢？咁究竟會有幾多人因為2025年嘅改革冇機會再移民澳洲呢？